关心指控去年1月底，台东中滨的沙埔有发现一只靠沙死去的蓝海翁，这嘛是咱台湾头一届有记录到蓝海翁出现。不过专家即马研究遗体了后，是发现讲，这只无够2岁海翁是去互掠鱼仔的废弃物当伫岸滚啊，已经有6个月遐尔久啊，这6个月伊拢无法度开喙食物件，所以活活饿死。画面内底是一只海翁的头壳骨，有一个10多公分深的气甲，这嘛代表人类伫伊的身上造成的悲剧。2020年1月底，台东中滨城埔的海墘仔发现一只死去的海翁倒伫海沙埔，这是咱台湾有记录以来头一届海翁死伫海沙埔，不过死亡的原因却让人真悲伤。我们从有限的皮肤上去分析一些这个化学物质，就是它的这个压力荷尔蒙，可以显示它死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那个压力荷尔蒙数值很高，可能就是它的状况非常不好。这只海翁无到2岁，在生的时阵去互鱼网的锁啊，甲头壳顶掉咧。这条锁啊不哩粗，有4-5公分，致使伊无法度开喙食物件，怎啊活活饿死。专家推论，伊去互锁啊顶掉的时间可能有5-6个月。因为海翁生长的速度真紧，长期落来锁啊低调的所在，伊的骨头全规个耐落。只看到一个鱼眼睛，我记得，对，几乎就是饥饿的状态，所以大概是很可怜、很心疼。海翁的标本按算伫12月中会伫海生馆做展示。事实上，海翁、海猪甲海龟因为去互掠鱼仔的工具低调咧，全咧死亡。这种消息已经毋是头一届发生啊！海保署这几年定期清理海里的废弃物。根据因的统计，美国110年到111年，平均清出14000吨以上的海洋废弃物，也若用来掠鱼仔的假死，就占2%至3%。今年顶半年清出6000多吨，掠鱼仔的假死就占3.34%，比例看得无悬，不过危害算是上大。它会对海洋的生态造成很大的影响。那我想大家就是常常会看到一些报道哈，包含就是不管是海龟哈，或者是一些海洋生物，那被我们这个就是没有妥善处理好的这个废渔网具呢缠绕。为了维护海洋生态，渔业署去年推出捞刺网徛名一个规范。渔船若是早无漂示无清楚的捞刺网，或者是乌白甲网单掉，拢会以渔业法罚3万至15万不等的罚款。希望会当为源头来减少这海洋废弃物对动物造成的危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